如果你係做緊專業服務公司老闆，眼白白睇住實力唔夠你強嘅同行，靠拍短視頻搶走晒你嘅客，呢段片咧可以幫你搞清楚核心嘅信任工程，等你咧可以搶翻本來屬於你嘅市場。最近同啲行家聚埋，一見到邊個同行又開始瘋狂拍片寫硬核文章，大家咧第一個反應都會笑咗出嚟，話：切，不務正業，拍嚟邊有人睇啊？兄弟，我想你即刻清醒下，人哋真係有錢冇掟使咩？去賺幾萬個 view 嚟做咩啊？殘酷嘅真相係，人哋喺度搬緊張凳，直接坐入你客戶嘅腦裏邊啊！你以為個客有問題會自動自覺打電話翻你公司啊？而家啲客遇到問題，例如想要了解某一啲最新嘅稅務政策，或者某啲新嘅治療方案，佢哋第一件事咧一定係上網 search 嘅。如果佢哋一 search 發現全網最清晰、最容易聽得明白嘅分析同埋案例，全部都係由同一個行家講嘅話，咁喺呢個客嘅心目中，呢位行家咧就已經等同於咧係呢個領域嘅法官同埋標準。呢個咧就係最頂級嘅戰場，叫做解答權。當個客習慣咗聽佢講，每句說話咧都變咗規矩。到個客真正要俾錢解決問題嗰陣，你覺得佢會揾一個聽都未聽過嘅老字號，定係揾呢位長期可以解答到佢問題、陪住佢嘅老朋友啊？高信任行業最恐怖嘅競爭，從來都唔係價格戰，而係你點樣喺客戶心裏邊咧插旗。所以唔好再原地踏步啦！辛苦建立咗咁多年嘅專業江山，唔好親手送俾人喎，攞起部手機，攞翻屬於你嘅解答權先啦！如果你想知點樣可以一邊拍片一邊建立長期信任，留言俾我哋坐低見個面慢慢傾啦。Follow 俾個 like，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